久唔久成日都聽到啲女藝人俾人影裸照噶，去到最近啊，竟然連男藝人都有啊，更加盛傳有名單流出添啊！呢個名單係圈內圈外都議論紛紛啦。其中阿張永康就話佢都試過有類似情況發生啊！喺好多年前，有個人以贊助為理由啊，叫佢上去試衫，佢仲俾咗張黃宗澤着住漁網衫出席公開活動嘅相佢睇，跟住仲叫佢試下着嗰件漁網衫影下相添。咁都未算啊！阿張永康就話自己着條褲好緊呢，對方就叫佢不如你唔好着底褲啦。哇，咁猖狂都有嘅！影完相之後啊，嗰個男人仲同阿張永康講佢係同性戀者，仲可以介紹有錢人佢識添啊，仲叫佢跟埋去揾食添啊！哇，真係世風日下。事後佢越諗啊越興啊，所以啊，最後佢決定咗報警啊。而喺天與地裏邊飾演家明嘅張景淳啊，亦都有類似事件發生啊。佢話佢當時着住自己嘅衫，好正常咁樣影相，冇裸露，亦都冇同對方嘅身體接觸。但係佢就發覺對方嘅眼神有啲古怪，加上對方淨係用一部好普通嘅傻瓜機，好唔專業，所以佢急急腳就走鬼咗去啦。啊，你都算醒目喎。而07年嘅港男袁偉豪啊，同埋彭冠琦咧，都話自己冇影過裸照，亦都冇人要求過去影裸照。其實阿彭冠琦啊，你都拍過3級片啦，仲邊度有人叫你影裸照啊？